们公司去进货了，你跟过去切断他们货源啊，不好啊，肖总，你对敌人认知就……我刚把他们车的轮胎卸了，油也切了。雪，那我肖总，我把客户拿下了。这不是对面的客户吗？你怎么拿到的？我在他们洽谈的地方截胡了客户，说他们倒闭了。人家没打电话确认。我在他们公司安装了信号屏蔽器。干得不错，给你们发奖金。肖总，你换手机了，这得多少钱吧？哦，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苹果10 Pro Max，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。转转靠谱吗？转转是个官方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珍贵。而且他家的回收体验也挺靠谱，下单就有人上门来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不满意也能当场取消订单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手机去转转就对了。那我也去转转看看。你去哪儿了？对面公司缺人手，我帮他们整理文件了。他们给你发工资啊？我给他们合同用的黄夹子，指定黄。咱用绿的，一路畅通。